請教人嘅而家，因為唔係個局都有個局長同政治助理嘅。點解初出嚟嗰陣時候咧，呢、個曾權咪自己已經係吞大咧自己？因為點解？其實如果呢、個行政長官係負責的話咧，嗰啲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咧就唔會俾人哋睇得咁緊要。一個原因好簡單，其實政治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咧同呢個局長一樣㗎嘛，都係委任嘅。既然係委任的話，如果我哋用用同一個尺度啦，如果你孖得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，你應該孖埋局長，係嘛？咁但係如果我哋接受而家嘅制度暫時嚟講，你都係總之選咗出嚟嗰個行政長官，佢係有權去委任嘅，其實我哋信佢啫嘛，信真權係掂嘅，咁你叫邊人喺度做，我哋就唔會挑戰佢，本身嘅能力咧，直至到佢做嘢出嚟係唔掂，咁咪批評佢咯，掂嘅升官唔掂咪炒魷，呢個好正常㗎啦。但係連佢自己推薦嘅制度咧，佢自己都唔孭飛嘅，佢係跟班委就上台，所以喺個人層面上嚟講咧，嗰班其實都好慘，無端端俾人擺上台，但係又做唔到嘢，咁而家又不斷點知喎？對社會唔使交代嘅，譬如話而家佢做咗2年，就玩完啦，爭權，咁究竟仲會唔會用呢啲制度咧？嗱，對你個人嚟講其實都好唔公平。而家佢哋都唔會做到嘢，佢而家好簡單，因為冇人知道下一屆老細係邊個啊嘛。下一屆老細係咪一定會繼續用佢咧？又唔會當你係佢啊，我都唔做嘢啦，啱唔啱先？如果我係副局長或者政治助理啊，我一樣係唔做嘢，照發人工算㗎啦。我點知做先做啦，冇用㗎。做係等咩喎？不如盡量隱形，最好你唔好記得我嚇，好似呢個升多嗰啲，你睇我唔到，你睇我唔到，基本就係咁喎。你一日裏邊5日裏邊5單大嘢。特登咁做出嚟，個目的好簡單啫嘛，就博啲傳媒咧，你做唔晒咁多，咪個都就做樓咯。港台啲人唔會做，仲有一個係關於商台嘅電視廣告嗰個，又有決定，咁你唔會跟住你睇到公共節目咧，全部都唔會討論嘅，唔係佢唔想討論啊，你一日掟5嚿嘢出嚟，邊度講咁多啫？咪個都講樓咯，咪政府一日用晒啲咁嘅方法咧，係想掩蓋個民粹，咁好明顯好簡單咧，其實阿曾權都等收工㗎嘛，佢係諗住捱到去之後，加人鬼少佢哋講邊個做邊個事啊？嗱，所以而家就算而家我提呢個23條啦，我估咧都係好複雜嘅，因為點解我哋已經收到喺左派嗰度收到嘅，問我點樣搞，如果要行23條，我話如果你真係一副任政府要行23條，你俾我做特首啊，我都會講到23條，其實可以啊，咁一啲都唔難。而家上一次董建華嗰陣時咧，如果佢班咧真係有腦嘅，識搞政治嘅，23條一定過到。23條嘅遠喺邊度咧？因為點解理論上咧，全香港咪夠膽反對23條嘛？因為根據基本法呢個特區政府嘅責任一定要佢就係國家安全啦。個個都係受個細節去針對啫嘛。咁就好似即係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個政府咧繼續嚟搞就戇居嘅。係完全唔肯俾，又叫出發啲草案俾人收緊，佢完全唔肯。咁有啲細節咧就嚇晒所有人，就算唔關心政治都發覺咧，呢單嘢一定會算到我哋頭上啦。因為如果你係警司簽咗之後就可以入去搜查啲話咧，咪個個都大鑊㗎啦。佢又唔係因為驚你俾人抄咗啲咩煽動呢個顛覆國家機密啊，而係我可能屋企都4仔喎，大佬，你抄到我咪大劑，係嘛？或者屋企有草啦，咁點啊？而家呢個自由係香港核心價值嚟㗎嘛，所以咪攤咗鑊啦。但係如果你調轉，你真係有政治智慧啊，因為大家知道法律嘅嘢真係為政治服務啫嘛。如果真係個社會要動亂嘅時候啊，就算最自由嘅所謂自由民主國家啊，所謂緊急立法都可以即刻用呢個反通法去拉人啦，所以嗰個23條有乜形式主義嚟嘅？如果你又要過，其實容乜易過啫？我明叫，但係司法會同律師公會任你哋 draft 佢，你 draft 到你認為係合理嘅，咁全香港人都會信你哋㗎唔知？我又俾揾下余若薇啊、梁家傑全部入晒委員會，由你 draft 完之後，咁就點反對咧？係過到嘅，所以其實唔係一個問題嚟嘅。但係點解會搞到咁啊？搞到咁好咧？就係呢個政府自己戇居啊嘛，同埋佢根本係獨裁就冇膽，民主又無量，咁你要揣摩就要去上意去做嘢，所以搞嘢都唔掂嘅。而且今次我提23條咧，可能會牽涉到咧，其實都係一個派系鬥爭嚟嘅。因為如果你唔想某啲強硬嘅人
即係譬如林振英咁啦，你都唔夠上台啦。你最好就而家搞廿三條咧，一定咧，咁一秒就起㗎啦，係咪先？我包到你都話搞廿三條咧，即係出年7月1咧，冇幾多人上加星期嘅。咁你搞一個即係右手混亂嘅情況之下，你仲嗰啲左派咪全部都要揩嘢，因為你左啲一定會衰，所以變咗就算睇一件咁嘅事咧，可能都已經牽涉咗，即係會有一個即係利益嘅爭奪，但係主要就政權嘅爭奪啦。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咗呢個遊戲嘅。我相信就係由而家去到出年或者係即係2012年咧，主導緊香港嘅矛盾咧，就一定係呢一個所謂特首寶座嘅鬥爭。咁而家已經開始聽到唔係淨係得兩隻馬㗎啦，即係唔係一定淨係得梁振英同埋呢個頭年㗎，有其他嘅咧慢慢就會即係鬥出嚟。譬如我都講過咧，就係起碼曾蔭權自己呢一個派系啦，都一定有一個 candidate。呢個派系背後係邊啲人咧？其實好易睇啫嘛，咪就係佢選嗰條嗰堆咯，咪就係即係如果你財團後邊咪李澤楷啊、李國寶啊，係嘛？即係就算包括埋大班咯，咪因為有呢一啲啊，即係其實係呢啲嘢嚟㗎，就係即係好鬼簡單咁樣。即係原理係佢哋梗係想有一個延續到佢呢個政治嘅權力啦，係嘛？如果你留意下呢個即係一來呢個鴻圖啊，即係鴻圖嘅董事局都已經係説明咗一切啦。鴻圖董事局又有一個即係被認為係深圳嘅李嘉誠嘅黃楚標，黃楚標係冇乜人識佢香港人，但係其實喺深圳係好多人認佢，係全國政即係全國政協嚟嘅。即係最近就係聽聞兩邊人都拉到，即係佢係兩間茶禮，又同阿梁振英食飯，又同我唐英年食飯。咁我都聽到大分俾我嗌佢，你唔可以一個大會傳嘅喎。呢個世界係咁啊！你企一邊對邊，另外一邊係我哋敵人㗎嘛，係咪先？所以而家有個即係你會睇到就話，即係香港即係其實即係由而家去到未來咧，如果香港人唔出嚟自己真係發揮我自己影響力咧，喺個社會裏邊咧，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完全係無能嘅。即係我都講過就話，譬如話特首嘅選舉，香港人咧。好可能咧就冇資格去選，因為而家制度關係，唔會有得票俾你選，亦都未應承會有，即係而家7。但係香港人起碼就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。如果我哋想邊個唔選到咧，我哋唔可以做到嘅。啱唔啱先嚇？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共佢都要計算一樣嘢，就係話邊個去做顧而家佢自己本身嗰個派系或者集團利益嘅計算啦。但係亦都要計算咧，就係呢個人你咪要坐得穩先得㗎啦。唔可以係即係變成係好多人針對力量啦，咁所以呢個咪就係我哋自己即係民間可以發揮力量嘅時候啦。我哋就係專做敗事有餘嘅嘢，就係專做呢啲嘅。你總之咧，即係利用佢哋嘅矛盾，介入佢嘅矛盾。咁呢個咧，我諗至少咧，即係變咗係發揮啲4項條先制嘅作用咯。咁我自己即係做咗幾廿歲人，即係而家都叫做係咩？以順之年嘅就係，不過我就好多嘢都聽唔順意嘅。8歲喎你，繼續咧，即係一日未死啦，我都會繼續係即係發揮落去，即係希望係，因為始終其實主要嘅原因係，我會覺得就係，因為香港係我哋嘅地方嚟㗎嘛，係咪？點解會搞成咁啊？咁而係即係越嚟越係，當然唔係淨係香港自己本身嘅問題啦，亦都有即係大陸問題啦。我而家成日覺得就係香港得返一個。即係一個存在嘅理由嘅，而家嚟講，即係對大陸嚟講，就因為香港我哋要價值啊嘛。跟住要價值就係因為香港可以作為一個所謂金融中心。所以而家你講得好聽啲，即係人民幣嘅國際化，即係利用香港可以即係試驗區，即係從一個所謂交易貨幣到兌換貨幣，到之後變成係儲備貨幣，終於有一啲可能人民幣可以做到即係國際有呢個自由兌換，咁啊香港可以。有一個利用嘅價值咧，作為一個試驗區。但係除咗呢個表面嘅理由之外咧，即係我哋分析時話咧，你應該記住咧，就係呢個世界永遠咧就係即係 manifest 公開聲稱講嘅係一套，但係實際上就係另一套嚟嘅，呢層係另一套嘢。另外一套咧就係對啲大陸官員嚟講啦，香港就係一個可以即係好安全地將自己資產搬落嚟嘅地方，即係第一錢你講，即係通常啲係第一錢嘅地方。我啱講就係。所有嘅中共嘅高官，無論咩級別，由高至低咧，甚至普通民間發達嗰啲咧，都一定會將錢出嚟香港。